OK，屬羊嘅朋友大家好。2026年唔係要你跑得更快，而係要你企得更加穩陣。總括嚟講，2026年個火馬年咧，節奏快，人情熱，情緒重。所以屬羊嘅朋友嚟講咧，呢一年係一個叫做養土嘅年份，火旺生土。呢個代表宇宙係去餵你嘅能量，令到你更加有力去建構未來。好嘅，但係同時間要留意嘅就係話，火會令一切加速，計劃變得更快，人情會變得更急。所以你學識點樣變化之中守住你嘅中心。響2026年唔係要俾人去搶鏡，而係要俾你重整內部結構。你會發現到自己越嚟越安靜，就會越嚟越有影響力。少啲出聲，多啲聽人家講嘢。OK，喺呢條影片裏邊，我哋會分8個範疇去講一講屬羊嘅朋友，你2026年嘅運程如何。好，第一，我哋就係話自我盤點 SWOT analysis。所謂根深枝治旺，呢一年你會想去整理人生，整理你嘅人，整理你嘅心，一切都會想重新對齊。問題就係話你依家做緊嘅事，5年之後仲有冇意義呢？嗱，屬羊嘅朋友，你優點係耐性強、有創意、有同理心。弱點方面就係話太容易心軟啦，想幫太多，情緒會好攰。第三就係機會就係重建信譽、穩定收入、教導他人。喺威脅方面咧，就係會忙到冇界線，會拖延啦，用舊嘅方法去頂呢個新嘅問題。所以3個建議俾翻大家屬羊嘅朋友。第一就話設立明確界線，唔係話每件事都要需要你嘅處理。第二就話進步唔需要完美，但係需要持續。第三，揾翻你哋心安嘅人去支援系統。所以話如果穩定其實係一種力量嘅話，你仲會內疚自己會行得慢呢？第二方面叫做感情同埋人際關係方面，愛要流動，唔係壓力。你嘅溫柔啊，係你嘅祝福，但係過度關心咧就會變成負擔。你吸引嘅人多數都係需要幫助，但係唔代表你去拯救世人。所以如果你依家付出嘅愛係出自真心，會點樣呢？淨係出自呢個責任呢？好啦，3個建議俾翻大家屬羊嘅朋友。第一，唔好搶人哋嘅功課去做，叫佢哋自己做翻自己嘅功課。第二，用界線去保護自己嘅溫柔明明。第三就係多啲同能量穩定人相處。所以諗諗，如果你肯定先愛自己，愛會唔會比更加乾淨、更加純潔？好啦，第3方面健康，所謂休息都係一種實力，因為火年咧會消耗土氣快，身體會容易攰，腸胃會敏感，睡眠不深。所以你喺聽身體講嘢，你係呢個聽身體講嘢，定係逼佢頂住你 ？OK？ 哇！跟住3個行動建議俾翻大家。第一就話睡眠放第一位，第二就話飲食簡單啲，多啲食羹菜同埋飲多啲湯水。第三，安排固定嘅慢嘅時間。所謂慢嘅時間就話靜心啦、散步啦，甚至係話坐喺度發吽哣都可以。OK， 所以如果你將你嘅健康放翻人生嘅第一位，咁其他嘢會唔會更加順呢？嗱，喺家庭方面咧，陪伴唔係代表負擔。屬羊嘅朋友，你喺屋企永遠都係一個調和者。喺今年2026年，家人會更加依賴你嘅情緒上嘅安定。問題就係話，你可唔可以帶來和平，而唔係去變咗支避雷針。所以3個建議俾翻大家屬羊嘅朋友你。第一，聽就好啦，唔係乜嘢都需要解決。第二就話多啲創造開心嘅時光同你屋企人。第三，俾其他人都有啲機會貢獻。諗一諗，如果你停止吸收別人嘅情緒，你會唔會覺得更加輕鬆呢？好啦，財運方面，第5方面財運就穩中有進，長做長有。2026年錢唔會保障，但係穩定得嚟，有持久性，因為火生土，代表努力會有結果。
問題就係你依家嘅管理緊嘅財富，淨係俾焦慮控制住你咧。咁我建議俾翻大家屬靈嘅朋友，第一，專注長線收益，唔好即時暴發，唔好追嘅即時爆發。第二就話審視自己嘅財務結構。第三，投資喺學習身上，因為知識係其實係佢最值錢嘅嘢。所以如果錢係慢慢嚟，但唔會走嘅話，你仲會唔急咧？好啦，第六方面，事業同生意，人哋信你啊，因為你靠得住。但可靠唔係代表孭晒所有嘅上身。喺2026年你要識得點做咧，就係話呢個做一個冷靜嘅領袖。你可唔可以唔出聲嘅時候，會都令大家心安理得咧 ？OK， 所以3個建議俾翻大家。第一，強化專業能力，因為實力比魅力更有說服力。第二就話清楚分工，唔好成日收尾。第三，識去教人 ，mentorship 我哋叫做去教人做良師益友，因為最穩定嘅呢個係一個最穩定自己嘅方法。所以如果你喺呢個團隊裏面係一個最冷靜嗰個人，其他人會變成點樣呢？好啦，外在世界裏邊會點樣呢？就係話火馬年嘅節奏會好快，因為大家都會想衝。但係屬羊嘅朋友你要識得咩叫做慢得起。當然問題就係話，當世界喺度講吹頭吹命，追頭追命嘅時候，你仲可唔可以保持節奏？第3個行動建議俾大家屬羊嘅朋友，第一，唔好追潮流，專心專注自己嘅市場，做自己市場做嘅嘢。第二就話固定每日嘅開始同埋結束嘅儀式感。第三就話同實際有行動力嘅人同行。所以話如果慢係一個大優勢，你仲會唔會心安理得呢？ OK， 第6、第8，所以第8就係自我成長 personal development。所謂先養根再開花。2026年你會明白到做得多唔係代表成長快，要識得點樣去取捨，唔係去增加。問題就話你照顧夢想嘅方式有冇包括到自己呢？ OK， 3個建議俾翻大家屬羊朋友你。第一，設立一個純屬自己享受目標，唔係話生意，唔係話你嘅事業，純粹係俾自己享受目標。第二，練習有禮貌地去拒絕人家。第三，每日寫翻3件令你安心嘅小事。如果成長唔係再衝而係合嘅話，你做什麼驚停留喺原地踏步呢？ OK， 喺呢個2026年，屬羊朋友你總結嚟講，唔係亂嘅一年，而係一個調頻嘅一年。火馬帶動能量，你屬羊嘅朋友你帶來意義。喺2026年，你嘅穩定就係你嘅力量。當人哋心亂，你心靜；當世界加速，你會變得更清晰。其實係你冇落後到，你只係見緊一樣更加長久嘅嘢。所以記住，真正嘅成功唔需要大聲，但係有根。OK？ 想知道2026年屬羊朋友你喺事業、財運、人生節奏入面嘅關鍵時機嘅話，可以加入我哋嘅 Telegram Chat Destiny Architect， 我哋一齊用呢個國策去穩定，用節奏去創造。OK， 多謝收睇，我哋下一集再見。